97-119，廣東隊喺半決賽第一場咧就大比分輸咗俾遼寧隊嚇。咁其實呢場比賽咧就結果我係賽前可以預計到嘅。咁你喺周琦同埋二飛唔喺度嘅情況下，咁其實輸俾聯賽常規賽排緊第一嘅遼寧隊咧，其實好合理同埋好正常啊。咁但係咧喺呢場比賽當中嘅上半場，廣東隊的確俾到所有廣東球迷，包括我在內咧，好大一個驚喜。大家都估唔到喺冇咗周琦同埋冇咗二飛咁嘅主要嘅內線嘅情況下，我哋嘅年輕嘅內線張明慈同埋徐恩係可以咧抵擋住遼寧隊摩蘭特，包括韓德君，仲有就係李曉旭嘅呢個嘅配置嘅一個嘅衝擊。嗱，上半場咧，廣東隊第一節咧淨係輸1分，上半場輸3分。咁啊，原因咧就在於廣東隊其實喺上半場嘅3分守金真係唔錯嘅。第一節佢哋嘅3分守金係50%㗎，3分命中率，而上半場結束咧都係去到32%嘅。咁啊，同埋咧籃板方面其實都係輸5個嘅啫。咁再加上自己嘅失誤率控制得唔錯嘅情況下咧，淨係落後一個3分嘅一個嘅情況係可以接受，同埋絕對可以交到功課嘅。咁啊，輸波喺邊度咧？輸波就喺第3節啦。第3節一開始我就唔係特別明白和達斯點解一定要喺落後3分嘅情況下連續2次超遠距離嘅3分嚇。呢個投射亦都係俾到遼寧隊一下子打起咗佢哋嘅氣勢啦。咁同埋咧就喺第3節當中咧，廣東隊喺所有需要做好嘅一啲嘅地方裏邊咧，全部做錯晒嘅，失誤太多啦。控制唔到籃板，跟住咧亦都係俾到遼寧隊咧打快攻嘅機會，所以喺咁嘅情況下，輸波就好正常啦嚇。咁亦其實就係亦都係憑藉住喺第3節嘅呢個一波流啦，廣東隊係輸嘅。嗱，呢場喺第3節廣東隊嘅籃板比係7-16。奪一聲俾遼寧隊攞到16個籃板，咁而自己嘅失誤次數亦都喺第3節咧就多3個出嚟。咁啊，無論杜鋒點樣去進行輪換都好，上到嚟都冇辦法可以將一個嘅劣勢啦，或者講緊係將個比賽咧係扭轉過嚟嘅。因為大家都可以咁樣諗下嘅，你面對住嘅係常規賽起伏最少、陣容好完善，同埋包括3線都好好嘅遼寧隊，常規賽冠軍啊！如果你可以咁輕鬆喺冇咗2個主力內線嘅情況下，都仲可以同人哋打完全，甚至乎有機會贏嘅嘅話，咁你呢個常規賽第一就有啲水啦，係嘛？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賽前我都講咗好多次，無論直播又好或者喺微博都好，張鎮麟係而家唯一遼寧隊陣中對住廣東隊最有優勢嘅一個點。其實第一節遼寧隊喺攞到32分嘅情況下咧，張鎮麟一個人係攞11分㗎。咁同埋成場比賽結束咧，張鎮麟個人係獨取34分㗎。呢個點就真係無論邊個對住佢都俾佢點名打，更何況今日可能係本來係最杜鋒係喺戰術當中要佈置去防守佢嘅張浩嘉，今日真係變咗一個顯眼包，突然之間就4環5環咁樣打波，成場波張浩嘉嘅上場時間真係得個7分半鐘，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就輸波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其實我哋廣東隊可以調整嘅空間，同埋可以改變嘅地方係好多嘅。今日陣容當中最老嘅、年紀最大嘅係98年嘅胡明軒，05年嘅李奕臻，常規賽都冇打幾場，今日突然間喺半決賽可以上場喎，同埋亦都有一個唔係幾怯場嘅表現，所以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啊！大家試想下，即係話，若然今日廣東隊好似胡椒仔佢嘅3分球係準一啲嘅或者講緊廣東隊去到下半場，佢哋唔好咁急躁，唔好咁容易俾對方打反擊，我哋內線有翻周琦同埋二飛嘅話，呢個戰局可能就已經唔會話去到輸20幾分，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贏波添。咁所以其實輸咗第一場唔緊要嘅，呢個係一個5場3勝嘅一個系列賽嚟嘅。當然你話先失一局，當然多多少少對於士氣或者對於成個比賽嘅一個走勢咧係有啲影響。但係希望球員咧就係收拾心情下，真係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之後總結喺呢場比賽第3節出現嘅一啲問題。希望第2場迎嚟咗周琦或者二飛係咪喺第2場可以復出咧？咁樣嘅情況下，廣東隊喺第2個客場有一個唔同嘅結果帶俾我哋。咁今期福本係咁先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